买一领太太穿的衫。带先生，来坐，食饱未？食饱啊。你要去倒位？要去买物件。你是要买啥物物件？买一寡爱用的物件甲一领太太的衫。若是要买太太穿的衫，你爱甲太太去买。伊无爱去，伊讲伊要洗衫，你甲我去，好无？好，我来去关窗仔门。咱要来去倒位买？要去中华买。伫遐你有朋友在买无？伫遐我有一个朋友姓杨，伊的名号做细红，因厝在做衫裤，因无在卖。咱若买无，咱来去因厝呢，请伊做。